万王的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伊，自由歌以全天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伊，自由歌是万王的王，不做情有阿拉的声音，荣耀冠顶拢归有歌，情比赛拢拍摆敬拜伊，自由歌是万王的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伊，自由歌以全天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伊，自由歌是万王的王，不做情有阿拉的声音，荣耀冠顶拢归有歌，全地赛拢拍摆敬拜伊，自由歌是万王的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伊，自由歌以全天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伊，自由歌是万王的王，王的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伊，自由歌以全天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伊，自由歌是万王的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伊，自由歌以全天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伊，自由歌是万王的王，自由歌是万王的王，自由歌是万王的王，自由歌，自由歌是万王的王。咱做伙起立，咱用欢喜的心来和乐，因为主的喜乐就是咱的快乐。咱做伙拍拍啊，来和乐伊。主的喜乐，主的喜乐从宝座四下翻来到主宝座前，从他腹中必流出主的活水江河。主的喜乐从宝座四下翻来到主宝座前，从他腹中必流出主的活水江河。主的喜乐是那活水的江河，不断涌流，使我满腹喜乐。主的圣灵赐下喜乐的江河，得着这喜乐必得着福气。主的喜乐从宝座四下翻来到主宝座前，从他腹中必流出主的活水江河。主的喜乐从宝座四下翻来到主宝座前，从他腹中必流出主的活水江河。主的喜乐是那活水的江河，不断涌流，使我满腹喜乐。主的圣灵赐下喜乐的江河，得着这喜乐必得着福气。这喜乐是我
信心，这喜乐使我心欢喜，这喜乐使我灵更新，这喜乐无人能夺去。主的灵使我小信心，主的灵使我心欢喜，主的灵使我灵更新，主的灵你要带来复兴，主的喜乐从宝座四下翻开到主宝座前，从他口中你流出主的活水江河，主的喜乐是那活水的江河，不断涌流，使我满腹喜乐。主的圣灵赐下喜乐的江河，得着这喜乐必得着复兴。这喜乐是我小信心，这喜乐是我心欢喜，这喜乐是我灵更新，这喜乐无人能夺去。主的灵，主的灵是我小信心，主的灵是我心欢喜，主的灵是我灵更新，主的灵必要带来复兴。这喜乐是我小信心，这喜乐是我心欢喜，这喜乐是我灵更新，这喜乐无人能夺去。主的灵是我小信心，主的灵是我心欢喜，主的灵是我灵更新，主的灵你要带来复兴。我心大喜，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上主极大的恩，你是阿乐，你的是我感谢，你好赛亚无高雅，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上主极大的恩，你是阿乐，你的是我感谢，你好赛亚无高雅，万民着敬拜我的主，我敬拜，声音好听你保阮主，你赛到世人，人欢喜尊大声，我的主成尊名，万民着敬拜我的主，我敬拜。声音好听你保阮主，你赛到世人，人欢喜尊大声，我的主成尊名，我心所幸无大平安，主耶稣是你听我的我归路，真理甲我命，只有你为救主，我欢喜感谢你cứu苦，我欢喜感谢你cứu苦，我欢喜感谢你cứu苦。咱就咱的拍声献给咱的上帝，感谢主，谢谢。主，你是何等的伟大，万民拢要来学了你的圣名。主，你是满有荣光的主，是全能的上帝，全地拢要来看见。主，你是伟大的主，尊贵荣耀君王，尊贵荣耀君王。
伟大的上帝，你是全宇宙的世界的主。主，当我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阵，我要用俄乐敬拜，献互你，互你伫天顶的宝座顶受到极大的俄乐。阮将阮今仔日的敬拜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感动我的敬拜，会当真做芳芳的节献互你。阮将阮以下会当听到你唱诗歌，学了你，阮所有的奉献，拢伫你的手中，求你感动。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这是咱来恭读《使徒信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那知道咱的启用上帝话。启应文65，启示录21篇。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爱也无去。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亲像新牛装大好势，飞迎起牛夫。我阁听到有大的声对宝座发出讲。哇！上帝为我伫人的中间，上帝咧甲因做伙徛起，因要做伊的子民。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伊要擦去因目睭拢锁的目屎，无阁有死神，嘛无阁有哀伤、嚎叫、痛疼。因为这个代志已经过去。后来坐伫宝座翕伊讲。看，我将万物拢换新。伊讲着写起来，因为这个话真实可靠。伊阁甲我讲，完成啦。我是头一甲尾巴，是开始甲结束。喙焦的人，我要将活命的水泉白白互因啉。得胜的人会先接这个。我要做因的上帝。伊要做我的囝儿。咱下面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历史为》。
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诗篇32篇80到第9节。我用台语汉语本来读。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鹿因无知识，就用马牙姜马鹿索因，若无因就袂安分伊。咱即是要请牧师来见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邀请咱将咱的心放伫上帝面头前，搁一摆做伙来领受上帝话命的话。咱做伙同心来祈祷。赏赐人生命、意识、自由的上帝，主，阮是伫主你的面头前是遐尔特别，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将你所赏赐的平安带到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做伙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上帝。阮毋若侍奉你，阮嘛要恳求主上帝，你将委身顺服的生命赏赐予阮。当阮来服侍主你的时，阮毋若是对主你的敬畏，嘛是阮真实生命内底谦卑委身的态度。阮需要改变，阮愿意学习去听，学习去调整。阮嘛愿意学习去看待家己的生命的不足。阮有时阮需要学习，看别人需要得救的生命比家己的需要搁较要紧。因为这毋但是主你的教导，嘛是主上帝你予阮每一位已经领受着主你救恩的人，拢着爱警醒的使命工作。伫每一间教会领受主你真理的人，阮拢着明白，着寻求主上帝你的国甲义，你才会将阮所需要另外加添予阮。你嘛甲阮讲，上帝的国无在伫食甲啉，乃是在伫公义、和平并圣神中间的喜乐。主啊，毋是阮竞选了你，是你大声竞选了阮。阮嘛恳求上帝你怜悯阮，阮时常伫阮的信仰的顶面，用个人竞选主观的心来看待、来敬拜上帝。军队上帝，求你怜悯阮，搁一摆来帮助阮，引带阮，互阮的心回心倒转到伫主你的面头前。上帝用一个无主观的心，拍开的心门来领受。因为当阮的心若是对主你，阮就爱对阮的心底，就爱拍出迄种的感动来军对上帝。主啊，愿上帝你搁一摆带领阮，引带阮，赏赐感动的灵伫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中间。阮相信上帝你所赏赐的福气，也会的确伫阮的生命中间满满祝福祝福伫阮的生命。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愿搁一摆伫你的面头前同心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主的话要充满你的心。
当咱每一摆伫主的面头前做信仰的告别宣告，使徒圣经在讲的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宣告。这种的宣告，对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咱爱清楚知影，为什么基督徒要宣告？宣告简单来讲，无有争议的宣告，代表的是甲大家讲这是一个事实，甚至我宣布我家己的立场甲决定，我嘛要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的生命中，咱爱做伙来宣告。伫咱的生命，咱要安怎讲？咱做伙来讲，我的生命在伫上帝。约翰福音书11章21节到22节，马大对耶稣讲：主啊，你若早伫遮，我的小弟拿撒勒伊就袂死啊！我嘛知影，既然是即马吼，你无论上帝求什么吼，上帝嘛要赏赐互你。所以，这个马大看起来敢若真有信心吼，但是伊的信心是放伫倒位？是伫耶稣的身上。耶稣甲伊讲：搁我在伫我，生命嘛在伫我，信我的人虽然死啦，也要安怎？也要搁我。所以咱搁一摆讲，搁一遍讲，我的性命在伫上帝，在伫上帝。所以咱着爱常常为着咱兄弟姊妹中间的欠缺、软弱、彼此的软弱的内底，咱着爱靠信心为伊祈祷。祈祷的时阵，你着爱讲：主啊，伊的生命是在伫你。你若要用伊，恳求上帝你，搁一摆留伊的活命。所以兄弟姊妹，咱搁一摆宣告讲：基督大有亏力。因为耶稣基督原文这个基督的意思代表是啥？救世主，代表拯救，代表救赎。所以咱搁一摆伫主的面前讲：主耶稣基督，你是大有亏力的上帝。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到第10节，保罗伊讲：伊对我讲，我的恩典够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伫人的软弱顶面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加介意夸口我家己的软弱，通叫耶稣基督的气力会当压榨我的生命。我为着耶稣基督缘故，就用软弱、侮辱、受侮辱、极难的中间、受压迫的中间、受困苦的内底，通得欢喜。因为我什么时阵软弱，我就什么时阵就刚强。所以兄弟姊妹，当咱身躯边的人有软弱、有欠缺、有病痛的时阵，你着爱安怎？你着爱甲伊讲，你着爱靠主坚强。伫你软弱的时，你着爱更较坚强。所以兄弟姊妹，咱搁一摆宣告讲，耶稣基督是救赎带来的气力。耶稣基督是救赎带来的气力。所以兄弟姊妹，咱搁一摆宣告讲，我要认真学习，一生跟随主。学习一生跟随主，走在光明中。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对众人讲：我是世界的光，跟对我的就无伫黑暗中行，的确要得到生命的光啊！所以兄弟姊妹，生命的光足要紧，因为每一个人咱拢咧敲找，到底咱的生命要安怎行？但是你的生命中间，你要认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光，你自然会知影你要安怎行。这个光是啥？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讲，耶稣讲：出来无非就是要淘汰、要杀害，甚至毁坏。我来是要叫着羊会当得到生命。所以，而且这个生命搁要安怎？搁要丰富哦。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吼看一下哦，你的生命有丰富吗？跟他讲一下，你的生命有丰富吗？好，有丰富的人，就是即使他有困难，你也要鼓励他。你的生命要丰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得着光的人，得着光的生命。所以，咱的生命是真做上帝耶稣基督所救赎回来。所以，咱的生命就爱丰富。各位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内底，圣经内底有真侪，咱过去这2礼拜咧开始咧讲起，咱咧了解主的话语内面充满着侪伫人的观念的角度在看，迄种真主观的描述、真主观的命令，甚至真主观的启示甲预言。兄弟姊妹，伫上帝话语的这个内底，我唔知影你有体会到，到底上帝要爱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认知这个事？兄弟姊妹，约翰福音书第14章第6节，耶稣对伊讲：
讲啥？我就是道路、真理甲生命，若无借着我，无人会当通到爸遐去。有主观无？我讲的主观是人的角度咧看的主观，了解无？有真侪人无法度通体会，为什么我需要耶稣？甲你边的兄弟姊妹讲，你真正需要耶稣。你不相信拢需要耶稣呢？兄弟姊妹，敢毋是？咱人你若靠家己，疫情来破病的时阵，你会真艰苦，你会知影什么叫做恐怖，生命伫危急的中间，你会知影我真正足需要耶稣。但是当人伫顺遂的中间的时阵，顺时的中间、顺时的时阵，你敢会想着耶稣？通常较袂啦，通常想讲我要过来倒位佚佗，我搁要来创啥？兄弟姊妹，你袂去想着耶稣。但是主甲咱讲，咱的生命着爱掠条甲主的关系，好好知影讲咱的生命要往倒位去。你边的兄弟姊妹讲吼，你有顶头生的生命无？什么是顶头生？基督徒我很喜欢讲重生的生命。什么是重生？就是接受基督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容易理解吗？容易理解吗？看起来好像不太容易理解哈。魔术个估一个咧吼，做鸡卵糕，可能大部分人拢知影要安怎做，甚至你嘛要讲鸡卵糕要安怎做。但是今日若讲魔对了，请你来做鸡卵糕，你敢会做？你可能讲啊，魔术我唔知影，我敢若知影鸡卵糕哦，是将这个面团啊呐放入去烤箱内底，对不？但是你若真正要做的时阵，你会发觉，这个要做鸡卵糕的过程，你需要去注意这个火候的控制，对不？时间偌久，甚至烘起来的鸡卵糕爱生做啥款，较是好食。我要问咱讲，一个顶头生的生命是啥？你若无去思考顶头生的生命是什么？重生的生命是什么状态？你不了解什么叫做重生，因为在你的生命内底，你嘛显明不出来。兄弟姊妹，顶头生的生命是啥？给你边下这看一下，他有笑容吗？有喜乐吗？有盼望吗？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其实你看会出来。兄弟姊妹，做法要安怎做？咱来了解。我当有真侪时阵，我的长辈真侪长辈甲我讲，牧师，你爱教你的囝教台语，然后你会带一句吼，台湾人无学台语。这句话就有一点问题了。台湾人敢一定爱学台语？哎呦，台湾人应该爱学原住民的语言呢，不是台语呢。了解我的意思无？台湾人真正是会晓讲台语的人，才是台湾人吗？你要了解哦。我自细汉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会晓讲台语，我真会讲。但是当我去看待一个成龙，你很会讲台语吗？一点点，对不对？但你是不是台湾人？是啊。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基督徒要不要会祷告？要不要？奇怪，基督徒大家都说要祷告，可是偏偏都不要祷告。请伊祈祷有讲，我不太会，我不太会，请伊祈祷好啊。了解我的意思无？你要知影，什么是的确一定爱。我认为无祈祷会出代志。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不祷告会出事情。会祈祷有困难，但是会祈祷嘛是会出代志。但是有咧祈祷的人，当伊拄着问题、拄着出代志的时阵，伊会比迄个无祈祷的人安怎？佫较有困难。伊知影要安怎面对。所以会祈祷甲无祈祷有要紧无？有要紧。但是会晓讲台语甲无讲台语，敢有要紧？无一定要紧啦。迄跟人得救无关系啦，了解无？你若要去共传福音嘛，你若干那有迄个观念，你袂晓讲台语吼，你干那传福音一个手一开始拄着这少年人，你就要甲伊讲，你爱教你台，你爱讲台语吼，我会讲，伊就无啥要听你讲福音嘛。你要了解哦，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哦。
因为关系你已经无注意到迄个关系最要紧。你甲伊个关系你根本并无了解，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搁一摆倒转来看主的话语教导的时阵，充满着侪侪主观的角度的时阵，咱到底有了解主上帝的心意是啥物无？上帝的心意，敢毋是就是爱咱人的性命，真正有顶头生的性命嘛？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性命是遐尔欠缺，你是看到伊无讲台语会死嘛？还是伊无福音会死？敢毋是无福音吗？了解我的意思无？伊无福音，袂晓祈祷，毋知影耶稣基督是个救主，这较是重要嘛？但是你一开始敢若咧甲伊讲台语言，伊一个第一手，伊跟你对话就无关系啊，他根本就不想听你说话了。请问你怎么告诉他一个更宝贵的消息？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就兄弟姊妹，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语言真要紧。但是唔通看做做主观的代志。会记得，我认为，咱要思考，要做一个主欢喜的好工人。咱伫主观甲客观的内底，咱就爱真正好好去面对，真做一个会当主观嘛会使，客观嘛会使，安尼咱才有法度通好好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兄弟姊妹，顶礼拜牧师跟咱讨论一个最要紧的一个问题，牧师用一个公式吼。牧师嘛要用举一个咧来跟咱来讨论。基督徒伫面对即个是非的判断，伫主观甲客观的生命的表现要安怎做？我举一个咧吼，内在的态度，咱必须得爱安怎持守真理，主观应对，客观来调整。我若无举一个咧，你可能无法度通理解。吼，我举一个咧，即个保安兄好啊，吼，保安兄，今仔日你即马出去吼。你即摆出去拄着一个少年囡仔哦，吼，少年囡仔，少年人好啊啦，吼，少年人你得爱伊去传福音，好，今日牧师甲你交代哦，吼，今日你出去你来去传福音哦，来这人传福音哦，你即摆听头哦，吼，哎，毋是讲国语，我爱你，不错，好，先学习嘛，对不对？好，我们会讲台语的人，我们学习先讲华语啦，毋是国语，咱学习讲华语。好，先贴近这个年轻人，嘿，了咱较有机会，咱才会甲伊教嘛，对无？好，你爱去传福音，但是你讲好，安尼我知，但是出去了后，你知影讲伫真理内底，这是一个使命的工作，你持守住。牧师也交代我要去传福音，但是伫主观的内底，你要安怎？你要安怎应对？你有可能会拒绝，对无？你即摆当然你是牧师，安尼甲你交代，你是讲好嘛？但是你当你拄着的时候，你敢真正会做？加减仔讲过，敢真诶？咱拢有听到吼。好，若真啊，今仔日是一个恰灵，今仔日是一个讲话拢真歹听的一个兄弟，你着伊传福音，吼，开始害头哦，我无打。来，我甲恁讲，即摆用这个例好啊。假使是即个人，即个兄弟。你着去传福音，伫主观的应对，咱要安怎做？我的态度就要先放好对。我要去传福音，对他传福音，这叫做主观的应对，知影无？你袂使去笑他多咱人的反应讲这我无打，这就是客观的。所以客观的调整要怎么做？你爱挖克信心吗？敢毋是？敢毋是？了解我的意思啊无？对一个恰灵恰风的一个青年也好，还是一个兄弟，咱毋捌的人也好，咱可能是咱的亲人哦，嘛是安尼哦。你的亲人有可能拢甲伊讲，你莫阁甲我讲福音啊啦，你莫阁甲我讲这个代志啊。你伫主观的应对，你爱去判断这个是非，然后甲伊有机会，你就爱去掠掉迄个机会。伫心理，这是内在的态度。客观的调整，你就爱挖靠信心，挖靠上帝，敢毋是？主啊，帮助我，互我看有啥物机会，我咧甲伊讲话中间，伊拄好讲到一个足需要的内容，我会当甲伊祝福，我会当甲伊鼓励，这是不是主观的应对，而且客观的调整？是不是？无共啊，对无？开始无共啊，所以兄弟姊妹，
当咱咧面对看到一个咱要传福音的对象，人拢有一个主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主观，会认为我有没有办法。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内在态度要预备好。牧师去甲咱分享，外在表现要安怎做？一样持守真理，真理你嘛是爱去传福音。要安怎？拄着啊！即摆这人哦，好啊，你莫烦我，一直咧讲福音，这人甲你回应啊，你要客观回应。客观怎么回应？我说啊，歹势，啊，你拄仔咧无用。但是我真正我要将这足好宝贵的消息甲你讲。过去我的妈妈，逐摆伊若咧人咧甲伊拒绝，我拢会走去伊边啊，好啊啦，妈妈，我拢甲伊动。后来我发觉，其实毋是安尼。其实我的母亲伊咧做的代志，确实是真正安怎？伊主观咧表现出伊要陪伴一个人，伊持守真理条的。所以兄弟姊妹，咱基督徒要传福音，真正需要靠上帝所赏赐予咱的迄种好的性情。这种的性情，咱爱骨力啊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上帝拍开心门，无主观客观去学习。注意，学习是爱无主观、客观去学习。我相信你自然会了解要安怎做。兄弟姊妹，在咱的生命内底，咱的确。伫基督徒伫属灵的顶面要有所进步，咱就要主拍开心门。甲你边兄弟姊妹讲你的心打开了没？什么是打开心？打开心就是不主观的、不自我主观的想法，你认为就是这样。所以呢，咱来了解，咱伫上帝面头前，咱来承认咱家己是何等的软弱。阿门。注意这句话是伫上帝的面前承认你家己你可能袂感觉你是真软弱，你可能感觉你是一个勇壮的人，但是我会记得我14年前还袂车好，我认为我真正做勇壮的。注意在上帝面前，我们要承认自己真的是软弱的，而且我们要肯学习，我们要能够接受异象跟使命。撒母耳记上16章7节，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什么？内心。所以基督徒，如果你的生命、你的心袂晓拍开，来领受上帝所要对咱讲的话，我跟你讲，你真正学得生命的成长，你的生命会停留在原来的位置。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所看圣经在诗篇32篇80到第9节讲，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我要注目看你来劝诫你，唔通亲像马骡，因无财物，就用马甲腔、马力索约束因，若无因就得挖滚你。这意思是啥？我是什么人？什么人？诗篇的时阵。诗篇的时阵无主耶稣，诗篇的时阵是主耶和华上帝，主上帝教导大卫，讲我要教示你，我要教示你。上帝对大卫的回答，嘛是大卫转达上帝的命令。兄弟姊妹，咱注意来看，这句话内底讲到啥？上帝有主观无？人会看的主观有无？足成的有无？我要教示你指示你着行的道路。我要注目看你甲你边的兄弟姊妹讲，上帝拢一直咧看你，上帝拢咧看咱。圣经就安尼咧讲，对诗人大卫是一个勇士呢，伊也要作诗作曲，甚至伊是一个，佫是一个这个君王呢，一个国家的君王呢。兄弟姊妹，我感觉伊毋那是一个战士，伊是一个诗人，伊佫是一个君王。我认为伫伊后壁面有一个上帝，一直咧甲伊做足好的帮衬。所以你有想要得到这款的生命无？有，你若有，你就爱学习亲像上帝咧大卫讲的：我要教示你，我要指示你着行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这句话讲到什么？咱来看《箴言》26篇第3节讲：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了勒驴，
刑杖是为了打愚昧人的背。所以咱看见，上帝话讲，唔通亲像马骡，因无财物，着用什么物件？着用这个该看家的物件，这个啥枪啦，吼，包含这个配头，该勒住，然后我做一个，你则做一个。兄弟姊妹，咱有当时吼要服侍上帝，拢会安尼讲哦，讲博士啊，你不要教我做这个事工，你就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就好了。甲你边兄弟姊妹讲，服侍唔通安尼，吼，服侍啥都唔通安尼。咱来思考哦，这句话这段圣经在伊咧讲的意思是啥？伊咧讲的是。上帝爱咱、教导咱，唔通亲像无底的罗马共款。好，这个罗马是拍一个、动一个、勒一下，停者啊，伊较知影上帝的心意啊。安尼了解无？所以这是一个被动的生命。但是咧，上帝爱咱是啥？上帝爱咱的了解是主的目睭咧看啥，咱就行到倒位。好，主要安怎做，咱应该当，咱就当。所以吼，你有看见这总统吼，总统啊行到倒位吼，伊的随扈拢是安怎？哈，伊爱马上知影，伊无搁咧问讲，请问总统，啊你即马要安怎？要安怎？啊有需要我甲你安怎无？兄弟姊妹，为什么我过去我咧思考，为什么有的人伊咧做啥物代志的时阵，伊会当马上？我发觉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咱来学习。咱来学习有智慧，看到什么代志时，会晓主动去做。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对圣经的话语，互咱一个足清楚。人其实有真侪时阵，并毋是靠主咧生活，是靠着一个主观咧生活。这种的主观咧处理代志，面对生活，敢毋是？对无？当你有困难的时阵，你才会来找上帝吗？这是一个足自然的代志。但是这种的观念，其实今仔日的圣经在咧甲咱讲起，咱唔通亲像安尼。兄弟姊妹，根据这个加拿大有一个专家的考证，罗马帝国的毁灭吼，是因为盐中毒。吼，什么叫做盐中毒？这个报道咧讲起吼，讲这个罗马帝国迄当时的皇帝，迄当时因拢真爱啉酒，无论是什么餐序吼，因的盘啊嘛拢是用盐做的。即个盘，所以包含因所啉的水、所用的物件，拢是用盐做的。所以最后递到因中毒、慢性铅中毒啦。所以咱来了解一个代志哦，一个人过着一个真主观的生活的基督徒，往往嘛是亲像啥，在做慢性中毒啦。你茫想讲啊，我的信主信遐久啊，我嘛晓祈祷啊，我嘛晓做啥？但是你的行为、你的生命拢是安怎？拢是真被动啊！真被动的生命，有当时会递到互咱的生命，那亲像慢性中毒共款。兄弟姊妹，生命中间你感受袂到上帝引带，甲你边仔兄弟讲，这毋是你，期待这毋是你。如果你的生活中间你有这种感受，你要知影，你的生命有一些障碍，有一些问题，了解无？有可能你要咧慢性中毒，你唔知影。环境困难的时阵，你无法当上帝，上帝心意甲教导，你要去做改变。你要做什么改变？你若袂晓学习去听上帝话语，兄弟姊妹，这拢是慢性中毒的一种生命疾病。所以兄弟姊妹，下一个，伫咱的生命，如果你是一个真主观的人，唔是唔好。一个真主观的人，你有你的看法，你有你的期待，你嘛有你的意见。但是这种物件往往会互你那亲像一个慢性中毒共款，你会拄着啊，你才会安怎？你才意识到，哦，原来我做唔对代志。兄弟姊妹，咱要安怎亲近上帝？上帝需要咱停止，我们就学习怎么样？立刻停止啊！上帝爱咱立刻行动，我们就怎么样？立刻行动。所以牧师也期待今年，因为疫情应该也比较趋缓，咱今年圣诞节有机会，咱嘛会使个安怎做伙传教会，大家人做伙来伫街路，去传福音，去分传单，
然后会当祝福每一个咱伫这附近的每一个社区的里面。这就是安怎？立刻行动，唔通停止聚会，唔通忽略祈祷甲灵修的生活。兄弟姊妹，上帝的心意是啥？上帝的心意其实，咱来了解上帝的心意，你安怎看待？假使上帝的心意，你认为会当改变，但是你家己的心意袂当改变，你要了解。上帝的心意哪会当改变？叫做啥？这是个人的主观，了解无？但是你家己的心意袂当改变，你拢常常这叫做客观的领受啦，了解无？牧师，我即马咯，我要奉献吼，我即马都无啥钱呢，所以我心暂时安尼啦。我认为更较好的一个基督徒的想法是啥？恁听看觅，我会甲上帝求讨，主啊，我想要会当奉献你更较多，无论我的时间，无论我的生命。我期待我即马立定心志，求你为我来开路。我自过去我奉献的钱哦，金钱哦，拢真少。我期待我有机会当奉献搁较多，你甲我祝福。恁敢有安尼求过？有个人举手，几个啊鸟？所以你要了解哦，为什么有个基督徒伊的生命真正去领受到？什么叫做生命财富？上帝所赏赐的是丰盛的，从我们的意志，从我们的想法里面。所以你若无法度通听上帝话去行的人，我甲你讲，你就大概是亲像安尼。你期待上帝心意改变，这真主观呢。你无期待你家己会当去改变，所以了解我的意思无？家己的心意甲上帝的心意是无相款的。但是你要了解，到底是你的心意会当改变无？还是上帝的心意会当改变？上帝的心意敢会使改变？还了解吗？上帝的旨意可以改变吗？哎呦，好像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呢。上帝的旨意可以改变吗？可以哦，不可以呢，是袂使的呢，完全袂使。我唔敢用一个，我是一个被上帝所创造的生命。即使我不认识这个上帝，我也不敢去质疑这位神他的权柄呢。这不是我们一个受造物的人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兄弟姊妹，人的主观会阻碍了上帝要在你生命祝福的一条道路。所以兄弟姊妹，咱需要培养一个主所欢喜的好形象的生命。咱的生命的爱心培养一个很容易让神来改变、调整的生命。我捌讲过，我曾经捌伫这个监察官做兵的时阵，监察官的边做伊的做伊的类似随扈。伫咧中间，我伫陪判中间，我一开始做无法度接受。这个监察官逐摆拢安尼甲我看，爱我哪像咧观察我咧做啥。后来我观察下来，我发现我都一直问到最后，问到最后，这个监察官拢做生气。你敢会使莫阁问啊？你袂晓看吗？这句话我就想着讲，哇！我过去伫我老爸边啊，就是安尼啊。我若定定问哦，我老爸拢会晓讲，你是安那？甲你教过几摆，拢爱看拢无。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我们的反应，我们的能力，是在于我们不够敏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所喜悦的好工人。我们一定要培养一个容易改变的生命，容易被神停止就停止，容易让神带领我就做。什么是好的，我们就尽量去努力。兄弟姊妹，这是上帝对每一个服侍伊的人的基本要求啦。所以兄弟姊妹，主爱咱会当伫生命中间充满着侪信心甲快乐，是咱着爱将上帝看作是伊爱的，咱着安怎？咱的心就对咧改变。甚至咱学习去认捌上帝真实救恩的智慧，你自然真清楚就会了解。最近牧师体会到一个足要紧的一个功课，就是每一个做领袖者、管理者，每一个做厝人的爸爸妈妈，只要你是一厝人，你是一个领袖，我认为大家拢是一个管理员、管理者。咱着爱安怎？咱唔通因为个人的主观对真理的感受。我们把它认定是一种绝对的说，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样不行。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会因为这样会让人不敢接近。第二个，你也不要因为你的个人观感不好，你就绝口不说。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也要学习懂得客观的怎么样去分享你的感受，这样子，咱的生命也不断地主观、客观当中会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命。各位兄弟姊妹，2礼拜前，牧师接到一个姊妹的电话，这个姊妹我甲伊讲话讲了，我甲伊问讲，你安怎来知影我这个我这个牧者、这个牧师的要来甲我讲这个消息，甲我讲是中华路教会陈光明牧师甲伊介绍。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就讲好，安尼我对你做伙来关心这位姊妹。这个电话当中叫做吴姐哈，就是最左上方那一位。那我们去关心一个叫素卿姐。这个姊妹2礼拜前因为这个素卿姐因为身体有得到这个生命的一种绝症哈，但是呢，在那过程当中，她的孩子。就是咱看到这个最右手边这个，伊是伫台北部，伊咧做开宠物用品店的，伊已经信主伊期待有机会，伊的妈妈当接受这个信用，所以呢，伊的这个吴姐甲因的家庭足好，关系足好。我去到因兜的时阵，这个吴姐哪像因的灶骹共款，甲因的关系哪像伫行伫灶骹呢？伊就讲牧师来，我带你起来咱来伊的房间。我讲安尼敢好，我讲无要紧，你对我来，对伊去佫毋是对因兜的主路行。所以兄弟姊妹，伫迄过程的中间2礼拜，伫迄当时，我甲即个素卿姐甲伊鼓励，甲伊介绍为什么我会当为你祈祷，基督徒为什么要祈祷，祈祷的内容，祈祷的重要性是啥？后来听的中间，伊真欢喜，安静落来，对我伫遐来祈祷。2礼拜后，昨即个吴姐伊打电话给我，伊讲伊甲伊的先生伫直播网络的中间，甲伊的查某囝，因决志要洗礼。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伊讲牧师，我咧想讲，有机会，先由咱的牧者甲咱的同工，会当来关心伊，若有机会带因来到伫教会。所以伫迄中间礼拜2邀请咱的中级。如果时间上会使，早起咱伊是我甲伊约是约10点啦吼，若是会早起，咱9点40分的时阵，咱先来教会，咱先做一个祈祷。我相信这是一个灵性上属灵的见证，咱嘛需要带着祝福来祝福这个家庭。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一个主观的看法，你会使传福音无？看起来好像只有2、3位点头。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生命都需要传福音，对我们的家人传福音。我的妈妈常常会跟我讲，恁牧师娘春琪因兜的家庭，你有咧因妈妈传福音无？因兜的人有咧接受福音无？这样代志常常伫我的心肝底，嘛咧甲我刺插我的心。兄弟姊妹，我常常咧思考这个事，我要安怎样做一个传福音的工人？上帝的心意是爱咱疼人。有疼人要创啥？就是爱传福音。你的生命有顶头生的生命无？会当影响人无？会晓分享无？所以兄弟姊妹，一个基督徒一生努力的目标甲功课，就是安尼尔，足简单的啦。所以兄弟姊妹，牧师真期待，如果你是一个音乐老师，你毋若成做一个敢若会晓趁钱有能力的老师，你着爱设定一个目标。就爱互你的生命会当去祝福每一个细汉囡仔，或者每一个学音乐也好、学教学的，才受你教学的这囡仔，互因的生命因为你而得着生命的盼望。阿们。这就是基督徒，这也就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的，因为生命的教育不是那么重要吗？咱来了解。我每一天我若带囡仔去到伫国小学校。我拢会看到生德伊的太太，无咧伫教会出入，但是伊的太太是伫学校做导护。当伊带因这个以豪要去到学校的中间，伊每一摆看到牧师车停在遐的时阵，伊拢会看起来，哎，牧师，我感受到的是哇，比基督徒还要像基督徒，看不是？
然后呢，他看到每一个孩子，他不是牵着自己的孩子，他甚至观看每一个孩子还没有过马路，他甚至就说：“哎，hello，来，小心，小心，小心！”哇，那种主动，那种态度，多么的让人感受到多么有爱，不是吗？各位弟兄姐妹，咱来知影，我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伊伫经过火车头的时阵，看到一个残障伫遐咧卖鉛笔啊，吼，卖鉛笔。啊，所以咧，即个人呢，伊看到即个残障的人，伊经过，就将身躯吼摕100块，然后就甲等了，吼，当做那像迄个施舍共款的摕哦，即个咧卖鉛笔的人。无偌久，即个人佫滑倒头转来吼，就甲伊讲，悔失的啦，甲伊讲啊，某咪人歹势，真实的，你是一个生理人，我竟然他拄仔甲你当做那像乞食。过了一段时间呢。伊搁一摆经过火车头的时阵，看到一间店的一个头家吼，徛伫迄门骹口，举一个管仔吼。啊，这个管仔，这个残障的这个头家呢，就甲伊看到伊，就甲伊讲：“朋友啊，我一直足期待看到你，你敢知影？”哇，这个残障的就甲伊讲：“你是第一个将我看做当作是生理人的。你看，我即马真正是一个生理人。”兄弟姊妹，你安怎咧看待上帝的眼光？看伫一个自微细的人，一个基督徒，我们何能可以领受这份祝福的恩典？你怎么看待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对象？我常常鼓励咱的同工，当咧面对这些中辍学生进到教会的时候，你怎么看待？这些孩子有没有可能未来他们成为一个非常突出，就像这位残障的人一样，成为真正的生意人？兄弟姊妹，基督徒不是看你眼前你的心意，你要去看的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牧师鼓励咱来做伙学习，咱来做伙学习，唔主祈祷，求讨智慧甲气力。咱就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气力，会当去祝福一个人，甚至会当互咱成做一个会晓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真要紧，传福音对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毋是干那认捌上帝真理话命的话。所以我拢一直鼓励社会长老，咱即摆拢有即个幸福共读小组，对不对？咱无论小组也好，幸福共读小组也好，任何的小组。若无讲到福音，若无讲到生命的见证，有真侪时阵我们会失焦哦。我们要小心哦，在我们的团体里面，我们要去彼此祝福、彼此鼓励，甚至要设定目标，告诉我们自己：主啊，我是主你所找的工人，我期待我的生命会当真正祝福侪人。上帝所欢喜的好工人，是爱咱学习去敬畏上帝，学习知影，若有人倾听我讲话，我就爱安怎？我要更战战兢兢的，怎么样？在主客观之间小心行事，不是吗？去听上帝的话，人若愿意听我讲话，你茫想讲人要听你讲话，你伫遐做欢喜呢？安尼尔呢？你要了解哦，人若要听你讲话。你要想说，我期待能够把他带到什么样子的位置？因为就算你无想要给他带去倒位，伊嘛会认同你想要给他带去倒位，敢不是？你有没有你的好朋友啊？有无？有人会听你讲话无？嘛，你的囝、你的孙儿，你的爸母，有真侪时阵，侪人拢咧听咱讲话。但是咱咧讲话的时阵，你有认同你要给他带去倒位无？你有去想这个问题无？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学习做一个谦卑、顺服、客观的心情，去体贴主的心意，做一个主所欢喜的好工人的形象的生命。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搁一摆用你丰富活命的话语来激励阮逐人的生命。有时阮真介意伫人的面头前，爱人听阮讲话。
嘛表达阮的心思甲意念。总是阮的心充满有真侪毋是伫祈祷中所领受着上帝美好的心意甲声音。恳求上帝你怜悯阮，互阮着爱学习，毋通过头用主观的方式来去表达对人表达，毋是上帝你心里、你的旨意、你的心意的话语。恳求上帝你帮助阮，阮为着人的性命带来真侪压力。甚至带来惊吓、无平安的心，求上帝你怜悯阮。阮嘛要恳求上帝，你引带阮、帮助阮，搁一摆听阮的祈祷，将属灵的智慧赏赐互阮，互阮伫今仔日伫圣经在的内底所领受着，生命着爱学习伫你的心意的内底，谦卑无主观，用耶稣基督成做阮生命的主，到回头。阮需要将生命主观的想法，伫主的面头前学习做一个对主忠心的人。愿你搁一摆互阮嘴所讲、心所想，会当成做主你的欢喜，是充满期待人生命搁较美好的劝勉甲鼓励，为人代祷，为人祝福。愿你搁一摆将你刚强壮大的心智，搁一摆赏赐伫阮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赏赐因有气力。有健康的生命力，无论因拄着生命软弱、身躯痛痛的时，嘛悠然跟对主的脚步来行。相信上帝你要赏赐因恢复平安甲健康的生命。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着信靠上帝，请去。
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顺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即时咱是公道的时间吼，咱先开酒报。咱手摕咧吼，一人上下来祈祷。第一，为信徒灵命造就心水明觉，兄弟姊妹欠咱祈祷。第二，为着同工服侍祈祷。第三，为着教会青少年祈祷。第四，为着兴看祈祷。第五，为着教会宣告祈祷。第六，为着会内新家人关怀工作来代祷，请大家做伙开声来祈祷。世界，这个的主，甲盼望求主你保守阮受造的人类，里面阮遮的百姓来保佑阮的国家，阻止着一切侵略、自由、和平的恶势力，互国家的百姓积极上升。求你也使阮的政府以及受命的文武百官有智慧、有公义的听心，有敬畏上帝你的心。各尽本分来治理阮的国家，求你也互阮的国家百姓拢会当认捌你、敬畏你，伫你的所疼的囝，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内面，互阮三结连成做肢体，互教会得到兴起，互
你的名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主听阮祈祷。这是我来报告，下周社工事务人员，请咱家己来底来看。咱看教会消息通知，下礼拜日上午11点到12点是由这个家庭协同中心来举行两性关系家庭活动的细分的工作。第一楼有辅堂请兄姐若无参加。第二，7月7日举行第3届的圣礼典，然后议员要设立更新的专职的兄姐，请5牧师来报名所属资料表。第三，为了实践信徒该这是本会第4届董事会第2案，对7月份开始，将根据兄弟姊妹所填服侍的表议员单安排参与教会服侍工作，也请还未填写的兄姐踊跃加入服侍行列。第四，本会伫7月14日到7月7日来举办暑假儿童营，对象伫国小到6年乡7月7日拜到7月12日拜3暑假青年生活营，对象伫国1到高3，详细地点费用甲活动内容，请看公布栏。咱下面的方向。咱请家己看，若毋对，请向会计部凭证。愿上帝施恩赐福，甘心乐意奉献每一位兄弟姊妹。咱过来念今仔的经句，台语、华语拢各念一解吼。我要教示恁，只是恁应该行的路。我要使我看你来应该你。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诗篇32篇第8节。咱下面时间咱交牧师。牧师咧，遮来补充报告吼。咱伫7月初2吼，咱要做即个圣礼典的所以咧，若是有要洗礼吼，也是有要转会籍的。牧师伫遮来做一个报告，就是讲，你若要刷会籍，咱来遮吼，其实咱长老教会必须爱填写即个样，牧师必须爱将公文。去到你原先的教会做申请，然后你个本身该填一个相关的你的资料，所以有2个工作，就是你爱填写一个公文，牧师寄去伫你原先的教会，有缀你洗礼的教会啦，所以这是要转会籍，咱拢爱做的工作，所以嘛请咱伫遮会当注意。咱即摆7月初2，咱嘛要举行即个小玉小玉伫咱中间嘛有一段时间。伊嘛委身伫咱中间的服侍，咱嘛继续为着伊的性命做主来祈祷。伊伫迄个天嘛要来做转职的即个坚信的即个信用个别，所以嘛请咱会当继续为着伊来代祷。另外牧师伫遮嘛期待咱为着即个咱一段时间昨即个李新甲即个永丰就是苏会长老因囝婿甲因查囝倒转去到伫中国的所在，感谢上帝因伫这2-3礼拜中间牧师无论伫讲道伫甲伊对话中间，我发觉因豆豆咧接触即个信仰，嘛感受到伊对咱的信仰的迄种的感觉，我感觉是非常的好。所以牧师真期待讲，咱厝里若有亲人还袂捌主的还袂来教会过嘛鼓励咱会当甲邀请来。有机会，甲咱逐个人彼此建立一个关系。其实要传福音就做自然的，咱开始啦这是阮伫迄天会当做一个翕相。咱嘛为着永丰来祈祷啦伊即摆巴倒来嘛有一个个外位囡仔所以期待伫明年要诞生所以咱嘛为伊个巴倒来囡仔来代祷另外咱嘉兴今日了服侍即个青年华人的即个青年，他们还有
成龙哈，成龙是不是也这个礼拜他们都要考试了啦哈？考完试就回桃园吗？好就回去啦哈。咱嘛感谢因这段时间吼，拢伫咱中间的服侍啊，甲产物，咱来为着因来祈祷哈。这2位青年真的是很委身哦哈。那个成龙啊，原先哈台语也是听不太懂啦哈，但是他也都非常乐意参与在我们的台语礼拜哈。啊，有些时候他也是会参与礼拜6，因为他的作业的关系哈，所以咱继续为着这青年来带祷。啊，那么为着咱的身体有痛痛，特别是秀华姐哈，秀华姐因为之前有确诊，那也非常严重，所以也求神帮助她，也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心灵有需要有软弱的。那这个接下来礼拜3哈，我们的妙玲姐还要再做第4次的化疗，哦，礼拜4改在礼拜4啦哈，我们也求主帮助她，好让她在整个的治疗过程都有足够的抵抗力啦哈。啊，嘛，请咱会当继续为着咱教会啊福音的工作，特别伫礼拜3咱新家人关怀学校，我们会恢复。那也期待我们如果有领这个本子的教材的哈，你可以去我们这个周报，咱周报头前有这个咱的 YouTube 的连结啊，你可以去用相机开启相机模式，然后你就看是要扫脸书或者是扫 YouTube， 你就有办法连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观看，然后去学习。其实伫咱牧师咧甲咱分享新家人的学校的训练的工作，拢是一个足简单，嘛足简单的轻松的方式咧分享。特别咱要安怎样徛条伫信仰的道路，要安怎做关怀，吼，所以这拢是一个真好的工作，期待咱会当做伙来参与。你若有看过的时阵，你嘛请你去楼骹的咱的填表的所在来做一个记录，以便咱伫未来。牧师会当观看从过遮的记录，了解吼咱的情形，然后会当继续甲咱做追踪啦吼，嘛期待咱的生命会当不断成长。咱这个时嘛邀请咱会当做伙起立，咱来做行平安礼，互相做请安吼。头拄无介绍到，咱嘛欢迎玉成吼，平安对澳洲倒转来吼，咱嘛搁一摆播声欢迎伊哦吼，教会，上帝给我们的大桥教会真的是充满恩典，有许多领袖，好的领袖，像芝华跟玉成，他们都是同学哦，他们都过去都没有接触过教会的信仰，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要好好陪伴，所以牧师期待咱会当继续做这个团福音的工作。去关怀、去鼓励，遮侪无共款的你所毋捌的遮青年朋友，所以牧师嘛期待，拄仔牧师讲到这2位青年吼，咱若等下落去，咱甲拄着嘉欣吼，甲伊鼓励，讲嘉欣2个半月后再欢迎你回来哦吼，甲伊鼓励，他会觉得这个就是他的家啦吼。好，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上行的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愿上帝你的心意，伫阮逐人的心内
常常对阮讲话，帮助阮，互阮明白上帝你爱阮的心意，就是普天的去传扬上帝国你救人的福音。愿上帝你真理换命的话，搁一摆来激励阮逐人的内心，鼓励阮，当阮见主你面的时，主你要甲阮讲，好，搁尽忠的奴仆，通到我遮来。愿主的平安，愿主的稳定，常常赏赐咱大家，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立倒。